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，好多大公司瀕臨破產，美國經濟萎靡不振，失業率連續幾個月維持喺9%。當時嘅社會貧富差距拉大，1%嘅美國人控制住40%嘅財富。華爾街金融機構則貪婪腐敗，佔有美國大部分嘅財富。2011年9月17號，近1000名示威者進入紐約金融中心華爾街示威，抗議社會不公。Occupy Wall Street, occupy Bay Street, occupy everywhere, never give it back. 相比之下，香港喺佔中運動之前，當時嘅社會經濟穩定持續發展，勞工市場大致保持穩定，失業率維持喺3%左右，工資及收入持續上升。喺訴求方面，佔領華爾街運動主要係抗議美國貧富化嘅經濟不公現象，尤其係華爾街金融貪婪現象。具體訴求因人而異，包括要求政府解決失業問題、反對轉基因食品、打擊毒品等。香港佔中運動表面上意在實行所謂真普選，按照所謂國際標準普選進行公民提名。期間貫穿要求特首落台嘅政治訴求，運動逐步走向追求喺基本法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之外，香港有完全獨立嘅決定權，本質上已經係要求脫離中央政府嘅管治。一定要有公民提名，冇公民提名嘅話，一切都係廢話。如果我哋冇真普選嘅話，我哋根本係一直咁樣俾人壓制住，俾中共壓制住。我哋唔可以有我哋自己嘅自由。